今次要再嚟高新園，從福田口岸轉車，呢度真係值得嚟2、3次。我上個集講過，一定要食呢個龍蝦餐，好在嚟咗食咗，睇下又要退貨，簡直離晒譜嘅。呢個係天麻，你睇下紫色劇毒啊！呢個係淮山，竟然100%幾千人都話好評，我都唔知佢啲好評點樣可以得嚟。呢個喺1688買嘅淮山，好幾檔都唔得，得嘅只有2、3檔，要嘅話俾大家聽，又要退貨啦。中國好多嘢造假，呢個淮山就係表表者啦。你明明係養生，變咗慢性服毒啊！唔係慢性，你睇下深紫色，簡直係劇毒啊！二氧化硫測試劑，淘寶都有得賣。你見佢好雪白，聞都聞唔到出嚟，係有淮山嘅味道。可能啲二氧化硫進步咗。嚟到高新園，睇下呢個小朋友攞住嗰啲澱粉腸，見到成家人一人一條，真係慘。唔怪之咁多人生 cancer。萬象天地呢個地方感覺好舒服。呢度嘅飲食有平有貴，我當然會揀又平又好嘅。嗰個龍蝦餐原來晚飯真係要700幾，佢中午係做特價290幾，美團買仲可以平多20蚊。記住係3樓卡卡咖啡室穿過去，萬象天地里巷呢等樓嘅3樓彩晶軒，唔係講錯咗，係精彩軒啊！佢嘅叉燒，佢嘅龍蝦冇得彈啊！真係新強記啲叉燒都行埋一邊啊！食得出佢係用最好嘅豬肉，呢個係黑豬，非常有豬味。我嚟到差唔多成2點啊，睇下佢啲龍蝦係養住嘅，有波士頓同埋小青龍，絕對唔係油塘工人食堂嗰啲，絕對係如假包換嘅死龍蝦。環境同呢度差1000倍，簡直係天同地。今日我包晒個場，因為2點鐘嚟到完全冇人啦。呢度平時爆晒棚㗎，嚟緊啦，第一碟就係叉燒啦，總共有6嚿，非常有豬味。睇下我今次279蚊嘅餐，咁嘅環境，睇下我嘅餐嘅內容係乜嘢？呢度，但係如果坐滿咗，佢私隱度唔係好高，但係佢有包間。好，嚟緊啦，6嚿叉燒，我個仔食到唔停得口。第2道菜，呢個黃魚筋，我撈下裏面有乜嘢？我見到有竹笙。有素翅，有果皮，同埋幾塊黃魚，有2碗，1人1碗，有2個選擇嘅，2選1。跟住嚟緊第3道菜2選1裏邊，我揀咗炸魚餅啊！呢個炸魚餅不過不失，完全係冇腥味。唔單止魚餅，連佢個裝飾用嘅香菜都非常新鮮同埋好味。呢個葱頭都好新鮮。呢杯係免費嘅菊花茶。主角嚟啦，波士頓龍蝦，原來佢落咗薯粉啊！呢個汁裏面。美中不足就話佢有啲辣，佢應該提示俾客人聽。如果食唔到辣嘅，可能嗰啲客人會接受唔到。雖然係微辣，但係應該要提醒客人，佢原來可以點完全唔辣嘅，呢個要注意。第4個菜就係米糕，都係2選1。另外一個2選1，我選咗油麥菜。原來佢呢個米糕正確叫法叫做傳統豆沙方糕。米糕裏面有紅豆，一啲都唔甜。啱啱好，叉燒都值69蚊，魚餅要49蚊，嗰碟龍蝦單嗌要230蚊，個餐真係超值啊！喺269咁嘅環境，感覺上呢間餐廳用嘅食材非常之好，感覺花300蚊好過香港茶餐廳嘅85蚊。想用最平嘅方法去留一晚，朋友介紹咗呢間逆境芳香，呢間係新開嘅，喺福田，係3月開始。喺國貿都有一間，原來3嚿水左右可以過夜。我同我個仔2個人就6嚿水。平時去開啲大場都要成1000幾蚊，加埋食嘢，大家都有自助餐，當然呢度會入好多。但係300蚊左右都唔會要求高。但係有一樣嘢，佢嗰個廚師啱啱影咗一下，冇嘢做嗰陣成日喺度撩鼻，睇見就唔開胃。呢啲係任你飲嘅。仲有你可以叫一碗雲吞麵同牛腩麵，唔係幾好食。3嚿水冇得要求，但係唔該佢衞生少少，即係等於鹿鼎記。香港鹿鼎記飲茶，我竟然見到有2個廚師去完廁所唔洗手，所以你話喺街度食飯幾咁危險？呢個炒飯好在唔係難食，係可以充下機。呢碟肉就唔掂料啦。呢度裝修間房同埋嗰張牀非常之好。同埋佢個電影投射銀幕，
最重要就係我碰到一個好好嘅師傅，係98號，幫我個仔按嗰個係7號，一個女人。98號話佢係頭牌，唔知係咪嗰個經理見我喺度拍嘢，佢特登安排2個好啲嘅俾我。98號真係好掂啊！之前去嗰啲大場，譬如碧水雲天，花咗成1000幾蚊，佢仲要按4 part 要嚟。我同佢講價，我話3 part 算啦，唔好要我按4 part，仲要俾佢小費。結果佢個師傅竟然擺個電話喺個頭隔離喺度發短信，一路擺住。碧水雲天花1000幾蚊都冇鬼用，而家呢度300蚊，要求唔可以多，但係碰到一個好嘅師傅已經值晒票價，因為我哋600蚊就可以慳返酒店房，可以瞓1晚，仲可以按。呢度張床就係呢張梳化啦，可以當床，幾寬敞。呢度嘅裝修聽聞講好過國貿嗰間，但係國貿嗰間會大啲。大家記住有機會嚟試下嗰個98號，女嘅可以試下嗰個7號，但我覺得98號應該係叻過個7號。嗰啲大場因為我雙倍消費，我要俾埋個仔嗰份。如果600蚊有咁好嘅房間、咁好嘅師傅，淨係呢2樣值回票價。嗰啲大床裝修點樣好都好，師傅唔得真係霸鬼，簡直1000幾蚊係抌咗落鹹水海。第二朝8點幾起身，呢度冇早餐食嘅，我都係坐返地鐵去返萬象天地。呢間我就唔會去啦，唐宮。想同個仔飲茶，我一定係揀金牌陶陶居啊！原來呢間陶陶居係陶陶居裏面嘅金牌啊！我今次要食佢嘅創意點心，完全我唔會點傳統嘅點心。非常舒適，環境寬敞，香港一樣價錢，但係味道好過香港。唔驚，呢間唔係點都得。呢間係廣州嘅老字號陶陶居，萬象天地，感覺真係去咗日本咁樣，地方乾乾淨淨，感覺呢度仲高級過中環，真係冇嚟錯地方。同羅湖村、水圍村好似天與地嘅分別，嚟深圳嘅感覺都零舍唔同啊！要開10點，我啱啱好10點就嚟啦。靠窗嘅位非常之窄，我就揀張大啲嘅台。我叫個套餐，套餐裏面有艇仔粥，呢碗艇仔粥我絕對俾佢合格。我懷疑佢落咗鹹豬骨，係好有味，啲粥唔會太綿，唔會太稀，勾去炸過嘅油炸鬼，非常口感好。套餐裏面係2選1，呢個套餐98蚊，裏面係有幾種創意點心。除咗艇仔可以揀皮蛋瘦肉粥，第2道菜就係麻薯叉燒酥啊，好掂啊！第3樣係檸檬開心果蛋撻啊，真係好掂，我個仔搶住食，唔俾血糖飆升，一定唔可以忘記呢支嘢。要我唔食飯冇可能。叉燒唔係好多，口感非常好。法式墨魚西芹好食過西多士。另外我再散叫幾樣嘢。法式墨魚西芹嚟一個近鏡，我個仔想食埋第2個開心果檸檬蛋撻，我即刻搶返過嚟，因為我要拍嘢，要話俾人聽好唔好食。呢個係櫻花小籠包，俾佢合格，好食過好多度地方。呢個係腸粉啫牛腩啊，唔俾佢滿分就係佢啲牛腩啊唔夠腍。之前食飯樓嗰啲小籠包真係好鬼差，呢間好去好多。呢個創意點心係瑤柱湯蘿蔔糕，成33蚊。我呢間茶總共飲咗250幾蚊人民幣，其實都平過鹿鼎記少少。因為我淨係識得去香港鹿鼎記，我個仔成日都要去嗰間，叫咗個芒果布甸俾佢，睇落麻麻地。行萬象天地真係俾人一個好舒服嘅感覺。跟住我要離開呢度啦。因為呢度按腳好鬼貴，購物公園站嚟咗26個9體驗價，20分鐘按腳，真係千祈唔好入去，係咁 sell 你買套票，佢簡直當我傻仔，我即刻叫佢收爹。呢兩條友手法又唔係按得好，搏命喺度 sell 嗰啲套票，要佢超前消費，預先消費2、3千。返嚟皇庭廣場，喺美團查到有一間中醫，我好想揾白頭翁呢隻藥，就係治腸胃嘅。
呢隻 A.I. 查過都對個仔完全吻合。入去打聽之下，佢同我開咗5服藥，490幾蚊人仔。上一層揾到間叫日版屋，呢間開咗冇幾耐，5點鐘搭正，好多人蜂擁而來，全部都係後生仔，全部可以食到肉，食肉獸 M5、N7、M3牛下，但係冇得揀，全部都係七仔嘅鐵板澳洲 M7 和牛飯套餐。佢係69蚊，但係如果你喺美團度買會平啲。我自己就叫咗個火焰 M5 板件牛扒沙拉套餐，佢同你切成一粒粒啦。呢個係63蚊，加埋係132，但係如果喺美團買110蚊搞掂。你掃佢嘅二維碼，你千祈唔好俾錢，否則就係132啦。呢間嘢非常之合格。呢度係會展中心裡面嘅連城新天地，呢間叫好街坊燒鵝，佢啲燒鵝就掂，叉燒麻麻地。燒鵝好腍，早知愛燒鵝髀啦，41蚊。行過斜對面包大爺整2個小籠包，真係好拆得啦。白頭翁嗰隻新藥遲啲同大家分享。但係呢間中藥店去過淮山有少量二氧化硫，你睇下粉紅色嘅。我買嗰啲係完全透明，我就換咗我自己嗰啲。冇辦法，其實嚟深圳最要小心嘅就係呢啲呃錢牙醫產業鏈。點解？呢一集係講我喺萬寧揾到4隻牙膏，裡面嘅成分究竟係啲乜嘢？我相信所有人都會用牙膏嚟刷牙。我哋首先睇下一組數據，世衛講全球35億人都罹患口腔疾病，而台灣國健署話40歲以上嘅成年人有90%都有牙周病。大陸衛健委話成人嘅牙周健康率唔夠10%。究竟問題出現喺邊度？我哋今日就嚟睇下，我哋平時買到牙膏裡面有乜成分。第一隻係高露潔嘅 Total。喺眾多化學成分裏面，佢竟然有一種叫二氧化鈦，就係 CI77891代號。呢隻二氧化鈦係被國際癌症研究機構指定為2B 級致癌物。目前牙膏仍然允許添加，但刷牙仍然會難免吞下少量泡沫，長期累積存在風險。小朋友容易吞食牙膏，所以要避免二氧化鈦。仲有標配嘅月桂醇硫酸鈉。日本網紅牙醫沙朵神講過，絕對唔可以用有月桂醇硫酸鈉嘅牙膏，可以造成炎症嘅原因。當然仲有備受爭議嘅氟化鈉。牙醫話俾你聽係好嘢，但仍然備受爭議。第二隻牌子係舒適達。椰油酰胺丙基甜菜鹼就係備受爭議嘅項目，部分人會有口腔同皮膚刺激過敏反應。其次就係氟化鈉，備受爭議嘅 Fluoride。第三支牙膏就係顏色，佢一樣都係有月桂基硫酸鈉，佢係一種起泡劑，讓你感覺到刷得乾淨。其實泡沫同乾唔乾淨完全冇關係，佢會讓你口腔黏膜受侵害，傷口愈合速度變慢，復發性口腔潰瘍風險增加。其次就係氟化鈉，長期大量攝入對小朋友造成傷害。其次就係人工香料。我哋睇下呢支好貴嘅日本牙膏，相信大家都見過，而家萬寧都有得賣。上次我講過，將小林製藥嘅牙膏全部抌晒。佢除咗大字標題強調佢嘅草本之外，仲有2種防腐劑：對羥基苯甲酸丙酯同埋對羥基苯甲酸乙酯。佢會干擾你嘅內分泌，佢會讓乳腺癌細胞增殖，青春期早熟，男性精子質量下降有關。原來刷牙都會變成生乳癌啊，仲會性無能添。爭議最大嘅係歐盟對食品添加用嘅二氧化鈦，指出因無法排除基因毒性嘅疑慮，亦唔認為佢對於食品添加劑認為係安全。生態毒理學環境安全2024中述，市售牙膏普遍驗出塑料微粒，即係塑化劑，進入水途影響食物鏈，去從口腔吸收，造成口腔炎症性骨吸收同埋細胞凋亡。機制就係通過粒線體功能障礙發揮作用。生產物料控制12470694指出，口腔微塑料不僅局部危害，佢仲會經過循環系統遍佈全身。仲有就係美白牙膏化學劑。過氧化氫長期使用會損傷牙齒表皮細胞、軟組織，造成牙齦萎縮同埋敏感性牙齒。呢一支就係深圳牙醫處方出嚟嘅漱口水，香港牙醫用嘅都一樣。裡面含一種叫氯己定，佢常見副作用就係牙齒會染黃、味覺障礙、口腔黏膜剝脫性潰瘍同埋舌背染色。呢個報告係嚟自一套國際知名嘅醫學參考書，中文名通常翻譯為藥物副作用或者係藥品不良反應。係一本國際百科全書。如果用咗含有氯己定嘅化工臭口水，
高血壓會明顯上升。機制就係殺死口腔中將硝酸鹽轉化為 NO 一氧化氮嘅益生菌，破壞血管擴張機制。長期使用會擾亂整個口腔微生態，唔單止殺致病菌，連益菌都殺死埋。呢幅圖係年幾之前我個仔嘅精神科藥嘅副作用，牙齦嚴重發炎，影響到牙槽骨。學校介紹嘅鄧兆堅牙科完全係廢嘅。我話乜你冇藥嘅咩？佢話冇喎。小心嗰隻碳酸鋰鋰製食到成1000毫克，我個仔完全冇晒口水。聯合醫院嗰個廢馬醫生，你喂好嚴重喎啲副作用，佢話係咩？冇咁嘅副作用喎。佢真係黐黐地，跟住佢就伸去棚牙出嚟。佢話我前面幾隻牙都係假㗎，係除我同佢嘅姻緣。呢個馬醫生都算係靚女一名，佢應該係30零歲，佢前面幾隻牙冇咗。我真係唔想我個仔10幾歲就冇嗰啲牙。明明係你啲藥嘅副作用，所以講嗰啲醫生廢即是廢，自己用緊嘅藥副作用都唔乸知，冇晒口水，影響氣血上去，影響埋個腎。所以精神科嘅藥害真係非常深，大家真係要諗下。如果醫生開到好重，你真係要小心。喺深圳度睇，佢竟然同你刮字，20分鐘左右收咗成5000蚊，話係深層洗牙，千祈唔好做呢個動作。結果1個禮拜後，仍然係出血，仍然係發炎，做咗等於冇做，牙齦仲會萎縮，冇花冇假。大家睇下5040蚊，自己走去買抗生素敷上去，第2日即刻又發作，全部自救，用咗田七粉。埋到口都係 AI 幫到，同埋小紅書。原來用中藥磨粉用喺個口度已經有幾千年歷史，但係俾人封印住。我個仔一用牙膏就會爆開。喺小紅書同埋 AI 認識到唔同嘅醫書裏面，中國嘅經典醫書用嚟治療牙病、牙周病啲藥，我睇超過100種。我首先係用田七粉，跟住用咗唔同嘅中藥粉參考，結果真係埋到口。只要唔用化工牙膏，我可以好大膽咁同大家講，如果個個用晒啲中藥粉嚟護牙、刷牙、敷牙，而家嘅牙醫呃錢產業鏈即時斷開，因為呢啲中藥粉好平，洗一洗牙，香港收你成700蚊，根本就唔需要，你敷上去會自己代謝，自己會好。打開 AI 可以見到中國唔同嘅古書。呢個係普濟方太和散，係明朝我仔爆開嘅地方，即刻埋口。我用咗一隻我仔10幾歲就咁嚴重嘅牙周病，都係嗰啲精神科藥所賜。經過呢1年幾嘅實戰同埋經驗，我終於揾出最好嘅刷牙複方，同埋養翻好牙槽骨嘅複方，仲有點樣可以刷白牙齒嘅中藥粉。原來叫骨髓寶，聽個名都知，原來可以將啲牙刷白。可以養翻啲牙槽骨出嚟。牙醫話不可逆，用佢個方法就真係永遠唔可以逆。再用佢哋介紹嗰啲 double 科華牙膏，真係死得。幾千年前華佗時代、後漢年代已經係用緊蒲公英嘅樹葉用嚟敷牙。AI 就係百科全書，嗰啲呃錢牙醫同埋西醫真係全部要收皮，完全係幫唔到你，完全解釋唔到。終於知道點解深圳咁多廣告牌係賣牙醫啦。啲人揞住個良心話幫人，冇錢賺，你會唔會去幫？免費話同你照 X 光，照完都係幫唔到你。用佢嗰啲咁嘅方法，你隻牙一定要換。你嗰啲咁嘅種植體根本就係異物，真牙係冇得比，所以一定要保住隻真牙。但係保住真牙佢又冇錢賺。我下面4隻門牙，之前試過食雞翼，爭啲甩一隻。用過好多中藥散，原來有一個複方係最好嘅。用過無數咁多嘅中藥同複方，終於驚人發現有一隻複方係最好嘅，好明顯比其他嘅複方牙槽骨長得特別快，敷上去好似做 facial 咁，同埋鬆咗嘅門牙都可以實翻。係下面嘅4隻門牙，一定要敷上去。識得做 facial，我哋都要識得做牙嘅 facial， 係牙肉嘅 facial， 咁就可以護住你啲牙齒。而家賣晒廣告，食嘢好緊要，冇咗牙齒真係食唔到嘢。你會減少食嘢嘅樂趣。呢個係日本網紅牙醫沙陀神，佢已經冇做牙醫。佢話好討厭同人磨牙剝牙，越治療就越差。佢話你棚牙唔好，同牙膏係好大關係，因為就係嗰啲化學物質。因為當口水多嗰陣，口水嘅 pH 值就會上升。新嘅口水係微鹼性，但經過時間佢就會變酸，所以就會容易蛀牙。當口水嘅 pH 值跌到5以下，就會容易蛀牙，牙周問題。原因就係變酸性。仲有沙陀神講牙齒唔好同牙膏化學物質直接有關。冇錯，牙醫講緊牙膏唔掂啊，佢個活性界面劑入咗你啲牙罅度，係好容易黐喺個牙罅度。
咁樣就會變成炎症啦。佢講緊月桂醇硫酸鈉，牙膏裡面嘅呢個成分就係炎症嘅原因。所以佢話千祈唔好用有月桂醇硫酸鹽嘅牙膏，係絕對唔可以用。佢就推薦有一隻成5000英牙膏，佢話嗰隻就冇。所以日本牙膏我全部抌晒，包括裡面有2支係1500英。一個帶日本團嘅導遊朋友喺日本買咗2支俾我，我個仔用過完全唔得。仲有印度話有草本牙膏，完全唔得。小林嗰支成61蚊細細支，我都將佢抌鬼埋。仲有嗰啲電動牙刷，我全部抌晒。仲有呢啲咁嘅洗牙儀器，千祈唔好用。用咗老祖宗古人嘅方法，完全搞掂所有牙。而家個仔完全冇發炎到，爆開咗牙肉，完全生翻埋。開頭用過好多唔同嘅中藥，係覺得佢哋固齒力量仲唔夠強，依然係有少少鬆。原來固齒力量最強嘅就係骨碎補，就係呢種植物，係將呢種植物炒黑再磨粉。我哋自己係做唔到嘅，必須由藥廠加工，仲有必須要磨到粉要好幼細，幼細程度要去到300目。原來複方裡面配合補骨脂、漢連草、杜仲樹葉、牛大力，一定要加入骨碎補，仲有覆盆子等。咁樣生肌能力，即係生翻啲牙肉、牙槽骨就會強大好多。即係固齒能力，牙肉係可以生翻嘅。沙朵神都係咁樣講。我哋仲要留意刷牙粉裏面有冇一種叫細辛嘅成分。呢種細辛香港係禁咗嘅，佢係毒藥。古醫書咁樣講，細辛不過錢。如果經常用，牙槽骨長期吸收都係唔好。點解要落細辛？因為細辛止牙痛係最厲害嘅一種藥。唔夠講得係毒藥。佢效果止痛一定係最勁，喺網上10蚊支到百幾蚊支都有。最貴嗰支我喺淘特買嘅陳修元，仲要百幾蚊人仔唔包郵，仲得個80 gram，裡面仲有二氧化硫，磨嗰粒亦都唔夠幼細。喺網度買10蚊支我亦都試過，有啲10零蚊支我一聞啲味道根本唔係嗰樣。如果係似一啲陳舊啲嘅中藥或者有二氧化硫嘅藥效，一定係唔夠好。食物係冇得呃，一擺落個嘴度，一食就知道，一聞就知道。好似嗰啲中藥新唔新鮮，有冇藥味？我個仔飽受政府醫院嘅精神科藥物摧殘，所以我俾佢用，一定要用到最好。因為我真係好對唔住佢，冇好好咁保護到佢。好似啲花椒，我都係用到最頂級嗰隻，非常之貴，但係藥效同味道完全唔同。我每隻原料都同佢用二氧化硫測試劑去測試，一定要用藥廠嘅大型機器去磨粉。唔同嘅古書，佢哋都會話用啲藥粉用手指磨上去患處。敷落啲牙度，用中藥粉去刷牙，點解冇被廣泛宣傳嘅？明代有一種叫荊懷散，係荊芥碎同埋槐花磨成粉末，搽喺患處。呢個圖片就係荊芥碎，去古代嘅中醫喺傳統牙科裏面，古人用喺清潔污垢同埋固牙散裏面。佢唔單止可以令牙齒潔白，仲可以用嚟治療牙齦同埋牙痛。喺明代嘅《景岳全書》裏面所記載嘅紅薯骨散，佢哋會用到花椒、蒲公英、地骨皮、青鹽、漢連草，攞嚟揩齒刷牙。據書中講，堅持用可以令牙齒更牢固。關於花椒用於牙齒保健，最早嘅理論記載就喺漢代嘅《神農本草經》，味辛溫，主邪氣咳液，治齒痛堅齒。呢個已經足以說明2000幾年前老祖宗已經識得用花椒去牢固牙齒。以證明奠定咗佢嘅藥理基礎。明朝嘅《壽世寶元》第6卷裏面，牙齒門有一種叫補牙散，佢清楚寫明軟石膏、花椒同其他中藥。花椒之所以用喺口腔同埋牙齦，主要係以下嘅3種原因：局部麻醉、抑菌同埋殺蟲。殺蟲即係殺住牙細菌，幫助牙齦局部嘅血液循環。點解呢啲冇人講嘅？骨碎補裏面嘅有效成分牛皮金，多項研究證實可以促進牙槽骨生成同埋修復。強而有力嘅背書支持同埋保證，就出現喺唔同老祖宗寫成嘅經典巨著裏面。如果我唔信老祖宗，唔通相信你個化學現代牙膏同埋化學臭口水？或者唔通係相信你呢個星球牙醫同埋月球牙醫？即係1個星期揾1球，完全冇辦法可以幫到你預防或者係醫治。咁嗰啲中藥刷牙粉真係唔使再去洗牙。清代有一隻叫人中白散，用兒茶同薄荷磨到極細，吹入患處。有一隻何氏濟身方，用兒茶同埋甘草將佢搽喺患處。有一種32種嘅中藥刷牙粉，佢係多把點嘅，標本兼治。除咗天然殺菌同埋天然潔白牙齒，最多出現喺古書嘅成分就係佢主要就係補骨脂、骨碎補、漢連草、杜仲樹葉、牛大力、覆盆子。
此為骨之餘，腎主骨，呢啲都係老祖宗傳落嚟嘅智慧。佢仲可以清胃瀉火，仲係上中下三焦火，虛火實火，多把點。地骨皮、蒲公英、金銀花、知母連曉。仲有頭先我講過荊芥穗，佢同薑活、獨活、防風、白芷、花椒協同，可以風寒濕等外邪，侵襲經絡，導致嘅牙痛。要靠呢一組嘅草本去驅除。仲有五培子、兒茶、三七、柿子葉、槐花呢一類藥材，可以收斂止血、生肌，直接作用口腔黏膜同埋牙齦，促進損傷嘅修復。仲有丁香、薄荷、紫蘇葉、山姜天然芳香成分，可以去除口嘅異味。資料講及可以具有殺菌消炎之效。仲有甘草嘅調和，清鹽飲藥入腎。星麻隱約上行，當歸可以活血養血，加強固齒。呢個配方嘅最大特點係多層次嘅調理體系，宮保兼施，有骨碎補、補骨脂嘅補益藥，強筋固本、金銀花等嘅清熱藥，係標本同治。局部用五培子同兒茶直接用喺口腔，又通過調理臟腑去改善整體環境。《神農本草經》對防風甘草、石膏、知母等都有藥性記載。到後世《本草綱目》對骨碎補治牙痛、漢連草、固齒烏須有明確論述。再到御丸丸方、蘆芽散、複方嘅出現，呢個配方融合咗從古至今嘅口腔護理智慧。我用過，唔怪之呢隻真係比其他嘅固齒生肌力量好。褪黑素我都有用過，但係都唔夠呢隻好。老祖宗同埋我嘅經驗已經證實咗，長期用係冇問題，會越嚟越好。再用牙膏真係死得。得最叻嗰個賽馬會高級醫生，佢睇過呢個配方，佢話冇問題。裏面有個中醫學嘅配比同比例，所有人都用得。兩種粉都可以刷牙同敷牙。而家只係250蚊就可以包郵，裏面有30幾種嘅草本成分，仲送一支老祖宗教我哋用嘅骨碎補，原來可以即時變白。兩種粉都可以刷同埋敷。骨碎補敷牙，寧丸方、聖濟總錄、本草綱目都有記載。另外仲送2支出口日本嘅牙刷，支牙刷係超闊頭同軟毛，而家買晒廣告賣緊好貴嗰隻，一模一樣功能。如果呢啲出口日本嘅牙刷，我喺日本10幾年前已經見到喺藥局賣緊。當期係賣緊差唔多28蚊一支，佢刷走牙罅嘅垃圾係最強。另外送多2支3面牙刷，呢個3面牙刷亦都係軟毛，可以將牙齒刷得更乾淨。你可以飲刷牙粉，將佢按摩牙肉，幫助生肌。點解32種裏面有骨碎補，另外送多支骨碎補嘅？因為單用骨碎補就會即時見到變白。仲有送多一支 PP 刷頭嘅塑膠刷。用嚟飲骨碎補去清潔你啲牙罅、牙刷去唔到嘅地方。仲有送多個分裝杯同埋塑膠匙羹，250蚊有成8樣嘢，仲包郵。面仲係冇有毒細菌，同埋測驗過冇二氧化硫。粉狀係磨到300目以上，非常之細膩。屋企有小朋友，3面牙刷可以改成兒童牙刷，從細個開始用就會一口靚牙。唔係相信我，而係相信老祖宗。再送多一包牙縫刷，即係9樣嘢包郵。如果屋企人多，不如分開用，一人一支。或者牙齦有問題，你用嘅量會多啲，我提議買2送1，即係500蚊有3支32味同埋3支骨碎補。面係綠色嘅粉狀，骨碎補係咖啡色。牙刷一樣照送。睇下人哋骨碎補一支喺網度都賣300幾，裏面所有藥材都係頂級嘅，譬如甘草同當歸，完全冇二氧化硫，呢啲都係幫助生肌。我仔用完都話啲牙白咗啊，可以用微信同埋支付寶，喺七仔入都可以，250蚊就包郵。入完之後可以影俾我 WhatsApp 俾地址。係本地順豐包郵啊！我會好肯定咁話俾大家聽，真係呢一世慳唔少錢，真係唔使再揾嗰啲八婆啊所謂嘅，佢同你做每一個動作，真係都完全冇用。沙陀神都話千祈唔好杜牙根，連牙醫都咁樣講，佢真係發自良心。唔係話牙醫有多貴，唔係話呢支嘢有幾平，而係你棚牙係值幾多錢。最慘就係你花大錢都幫唔到你。如果你植咗牙，可能更加需要用，真係慘啊！中國人害死自己中國人，咁好嘅文化，咁好嘅方法，呢啲唔應該我喺個網度咁樣同大家講，而係應該大家都知道先啱。原來俾人隱藏住，俾啲商家，真係慘。
呢啲咁嘅沖牙槍嘥氣，即刻抌。YouTube 最多賣嘅廣告就係深圳牙醫廣告，真係唔酸人開去，仲係深圳嗰啲咁嘅乜植牙醫、乜康健牙醫，真係個個變晒東亞病夫。之前安腳有個阿禪講，佢個朋友植牙植咗好多隻，花咗成30幾萬，仲有後續添啊！後續嘅保養可能又要再換個，又要再花多唔知幾多萬，簡直係無底深潭。仲有食嘢唔方好食得去邊？有啲有細身嘅牙粉用完之後條脷會發麻，呢個就係嗰啲毒啦。我當然唔會俾個仔用，我就落咗最好嘅花招，但係好貴，出邊嘅牙粉一定唔會放，因為真係好貴。但係效果非常之好，佢裏面複合咗紫蘇葉同埋山姜，呢個味道我好奄尖嘅朋友佢都非常滿意。效果好，味道唔好都唔得。希望大家可以將呢條片轉發出去，轉發完之後，我相信個個知道呢個秘密。呢個方法先係真正幫到自己同屋企人，完全幫唔到人嘅商業產業鏈即時斷開。